你係咪已經覺得好攰、筋疲力盡呢？其實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夠多，而係因為你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你嘅睡眠係可以自己掌控嘅。接下來我講嘅嘢將會改變一切，因為你可以重設你嘅睡眠，從而掌控你嘅健康、你嘅精力，甚至乎你嘅人生。而我會一步步教你具體應該點樣做。先由最重要嘅第一步開始，8秒重設法。今晚就喺你臨瞓着之前，唔好俾啲思緒周圍亂飛。相反，請你合埋雙眼，回想下今日發生過嘅其中一個令你覺得有少少開心或者美好嘅瞬間。唔需要係啲咩大事，可以係一杯好飲嘅咖啡，一次大笑，或者係一刻嘅寧靜，只要係真實發生過嘅就得。而家 keep 住嗰種感覺，唔係諗個畫面，而係 keep 住嗰種感覺，維持8秒鐘。就係咁簡單，重設嘅秘訣就喺度。你而家做緊嘅就係喺你入睡前嘅催眠窗口期注入一個正面嘅情緒信號，你個腦會捕捉呢個信號，將佢帶入睡眠，仲會用佢作為基準去安排成晚嘅神經活動。當代生物學期刊嘅研究證實咗，喺呢個關鍵嘅窗口期，你嘅情緒基調會直接影響大腦喺夜晚要強化邊啲神經模式。你唔單止係諗緊開心嘢，你其實係俾緊一個生物學指令去你個腦度，等你可以重設成晚神經活動嘅基調。第二步係建立喺第一步嘅基礎上邊嘅，呢度涉及嘅腦科學會越嚟越有趣。唔好喺無意之中扼殺咗你嘅血清素。你可能聽過血清素，好多人以為佢係快樂荷爾蒙，但其實佢係大腦最主要嘅情緒穩定劑。佢決定咗你起身之後能唔能夠覺得平靜踏實。換句話講，佢掌控住你醒咗之後嘅第一個狀態。有個好少人知嘅秘密，血清素分泌嘅高峰期係喺快速動眼睡眠期，即係你發夢發得最深嗰個階段。但前提係你入睡嗰陣嘅情緒必須係正面嘅。如果你帶住焦慮同壓力去瞓，你嘅身體就會優先處理皮質醇，血清素嘅分泌就會下跌。結果就係新嘅一日都未開始，你已經精力乾塘。呢個就係點解兩個人同樣瞓7個鐘，一個起身精神奕奕，另一個就好攰咁樣。關鍵唔在於瞓咗幾耐，而係喺睡眠期間發生咗咩化學反應，你嘅身體有冇成功重設到佢嘅化學平衡。而喺睡前，即係你個催眠窗口期打開之前，搞到皮質醇飆升嘅頭號元兇就係熒幕。你部手機、電視嗰啲藍光同埋碌極都碌唔完嘅資訊，會令你嘅神經系統保持警覺。咁樣等同於喺你最需要血清素嘅時候，好大力咁樣閂埋道門，令你失去對情緒嘅掌控。所以行動其實好簡單，喺你做8秒重設法之前，至少提早15分鐘熄晒所有熒幕。呢個就係奪回掌控權嘅第一步。呢度有個好顛覆嘅事實，我第一次聽嗰陣都呆咗，因為佢徹底改變咗我對頭先所講一切嘅認知。你個腦係分唔清你生動想像出嚟嘅事同埋真實發生嘅事嘅。有好多神經科學研究都證實咗呢一點。當你好仔細咁樣去想像一個正面嘅情緒體驗嗰陣，你大腦啟動嘅神經通路同你真實經歷緊係完全一樣嘅，神經元放電嘅模式一樣，化學物質嘅反應都一樣嘅。
即係話8秒重設法唔單止係一個放鬆技巧，你其實係為自己創造緊真實嘅正面嘅神經層面嘅記憶，而你個腦就會用呢啲記憶去校準你起身之後嘅情緒，等於你每晚都幫大腦重設起身嘅時要依賴嘅數據。呢個先係真正嘅掌控，唔係去對抗你個腦，而係學識點樣去引導佢重設佢。第3步，期待法。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嘅研究人員觀察咗一班人，佢哋連續21日喺臨瞓前做一件事，佢哋冇節食，冇做多咗運動，冇打坐，只係每日臨瞓前寫低咗3件佢哋真心期待聽日會發生嘅事，唔係感恩，係期待。2個禮拜之內，班參與者話佢哋起身之後嘅精力同動力明顯提升咗，腦部掃描亦都顯示佢哋朝早時段嘅多巴胺受體活動增強咗。原理好簡單，期待會開啟你嘅多巴胺系統，而多巴胺唔單止係快樂分子，佢更加係動力分子。當你個腦帶住活躍嘅多巴胺信號進入睡眠，佢醒嗰陣就已經準備好去追求一啲嘢。你嘅動機系統喺你瞓覺嗰陣就已經重設咗。具體做法係喺床頭擺本細嘅記事簿，每晚做8秒重設法之前，寫低3件你真心期待聽日會發生嘅事。記住，細微但真實嘅事，永遠好過大而空泛嘅事。第4步，呢一步非常之重要，因為好多人會喺不知不覺間摧毀咗自己嘅睡眠質素，而呢樣嘢同熒幕或者壓力都無關。掌控你睡前嘅最後一次對話，睡前最後一次對話，無論係同伴侶、家人、朋友，定係你自己嘅內心獨白，都會定下情緒基調，陪你一齊行入個催眠窗口期。社會神經科學研究顯示，我哋個腦會將人際間嘅情感體驗睇得極之重要。夜晚一次嘅緊張或者未解決嘅對話，可以蓋過晒你成日發生過嘅所有好事，令你個腦帶住壓力信號進入成晚嘅睡眠。呢個唔係叫你逃避所有難搞嘅對話，而係要我有意識咁樣去結束佢哋。就算討論嘅過程好艱難，完嗰陣都要傳遞出安全同連結嘅信號。簡單一句我愛你，或者我哋第二日一齊諗辦法解決，都可以話俾你嘅神經系統知，你而家好安全。安全係令睡眠真正恢復你身心嘅生物學前提。冇安全感，你就冇辦法重設，即係等於你冇辦法掌控。由今晚開始訂立一個規矩，睡前唔好留低未解決嘅衝突。如果件事未傾完，同對方講你想聽日頭腦清醒啲再繼續，然後做你嘅8秒重設法，等大腦喺夜晚幫你處理呢啲事。你會好驚訝咁發現，同一個問題到咗朝早感覺會完全唔同晒，因為你個腦已經喺睡眠中幫你重設咗情緒嘅強度。第5步，亦係我成條片一直鋪排緊嘅內容。一旦你明白咗前面所有分享嘅嘢，你就會豁然開朗。睡眠依賴嘅情緒處理機制，呢個係過去10年神經科學先開始完全理解嘅現象。喺你瞓緊嗰陣，你個腦唔單止係儲存緊記憶，佢仲會主動剝離困難經歷上面嘅情緒負擔啊！你可以當佢係一個過濾系統，佢會提取你日頭覺得痛苦或者有壓力嘅事件，保留你需要記住嘅資訊，同時降低帶住喺上面嘅情緒強度。所以你起身嗰陣，
保留咗經驗，但就卸下咗負擔。你嘅情緒狀態被重設咗，但呢個過濾系統有個大前提，佢只會喺你以相對平靜嘅狀態入睡嗰陣，先可以正常運作。如果你喺高壓之下入睡，個過濾器就會被繞過。你起身嗰陣，會覺得尋日嘅事依然壓喺心頭，甚至比睡前更加沉重。呢個就係點解你最痛苦嘅朝早，往往緊接住你壓力最大嘅夜晚，唔係你黑仔，而係個過濾器被繞過咗，因為條件唔啱，你冇俾機會大腦去重設。所以你用8秒重設法去創造一個正面或者至少中性嘅入睡狀態，並唔係逃避緊問題，你係俾緊大腦提供處理呢啲問題必須嘅條件。去到聽日朝早，尋晚嗰個好似冇得解決嘅問題，會變得好似可以處理到，因為你個腦已經幫你重設咗情緒嘅強度。呢個就係點解瞓醒先算啦，係真係有用嘅。佢從來都唔係一句普通嘅說話，佢背後一直都係神經科學，一門關於重設同掌控嘅科學。好啦，以上所有方法每一個都好強大，但最後呢點可以將佢哋全部串連埋一齊，而且大部分人都從未發現過。佢叫做臨界點效應，由神經科學家、睡眠研究員 Matthew Walker 提出。佢嘅研究發現，你起身嗰陣嘅情緒狀態並唔係由成晚嘅睡眠平均去決定嘅，佢幾乎完全由最後90分鐘，即係起身之前嘅最後一個快速動眼週期決定。就算你成晚瞓得唔好或者唔夠，只要最後一個睡眠窗口係平靜同冇被打擾到，你起身嗰陣依然可以維持到一個正面嘅情緒狀態。雖然成晚嘅睡眠都重要，但結尾最重要，因為呢個係最後一次重設嘅機會。有咩最容易破壞呢個關鍵窗口？就係將你由深層睡眠度拉你出嚟嘅鬧鐘，太早透入嚟嘅光線。仲有最常見嘅潛意識入面知道好快就要起身嗰種焦慮感，呢樣嘢會令你喺最後一個鐘瞓得好差、好不安。解決方法好簡單，將鬧鐘校到比你認為需要嘅時間早20分鐘，用溫和啲嘅鬧鐘，例如燈光慢慢變光，或者用輕柔嘅音樂，而唔係突然之間嘈到你起身。如果你喺鬧鐘響之前擘大眼就直接起身，你個腦喺度話緊俾你知，佢已經獨立完成咗最後一個快速動眼週期，最後一次重設。呢種自然起身嘅感覺，就係大腦提俾你嘅一個全新開始。將呢個朝早同前一晚嘅8秒重設法以及期待練習結合埋一齊，你就唔再只係期待一個美好嘅早晨，而係親手去重設你嘅睡眠，從而掌控你嘅健康、你嘅精力、你嘅人生。重設你嘅睡眠，掌控你嘅健康，由今晚開始。